公民教育專員選拔賽咧，對社會嘅意義係好大嘅。如果佢哋自從喺學校裏邊已經對呢啲分析到有能力嘅話咧，將來不但止對佢本身做人方面有一個正能量，同埋認識到自己嘅方向。另一方面咧，佢可以感染自己嘅同學，係對於不正當、不合法嘅事咧，係識得說不。咁樣我哋下一代嗰個對正能量、對乜嘢係正、乜嘢係錯嘅觀念咧，就會有一個好強嘅根基，所以對社會嘅影響係好大。今日出席公民教育專員選拔賽嘅學生咧，佢哋整體所有嘅表現咧，其實佢哋係由細由學校由家庭點樣去培養出嚟嘅。所以咧，佢哋雖然嚟表演90秒，但係喺答嘅內容當中咧，係睇到佢哋嘅真實力。我藉住呢個機會，好多謝各位嘅老師、學校同埋你哋嘅家庭、爸爸媽媽，可以栽培到你一個咁出色嘅小朋友。今日我想分享下網罪科嘅培訓。近年嚟，科技罪案嘅比率一直提升。呢次嘅體驗唔單止令我大開眼界，亦都令我明白到公民教育係守護美好社會嘅基石。今日我擔任呢一個活動嘅裁判呢，咁我自己感受好深嘅，因為見到呢好多嘅同學啦，佢哋透過參加公民教育專員學院呢一連串嘅訓練呢，其實提升咗佢哋嘅眼界啦，亦都俾佢哋學咗好多技能啦，甚至係訓練佢哋做領袖啊，喺一個社會裏邊擔任一個良好公民嘅教育，我都覺得佢哋學到好多嘢。不過最重要嘅就係，其實入邊可以俾呢啲同學仔學識點樣去分辨真假資訊啦，明辨是非啦，呢個係非常重要。仲有國家安全啊，或者毒品對社會嘅危害啊。非常高興可以參加公民教育專員選拔賽嘅總決賽，見到中學生、小學生好優秀嘅表現。開嚟睇中學生先。已經係非常之優秀，好特別，講得好好。小學生仲叻，所以大家請留意多啲佢哋講嘅嘢，佢哋嘅信息。